Hello， 大家好，我是 Lisa。上次呢，我大概跟大家说了一下美国现在这边大概的状况。那因为这次疫情的影响呢，美国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很多人呢也都因此而失业了。于是呢，美国呢就通过了一个经济救济法案，就是要发钱给大家啦。这可以说是对现在在美国的人呢，唯一一个值得高兴的事情了。那以我目前所看到的资讯呢，美国现在是编了2亿美元准备要发给大家了。那一个人最多呢可以拿到美金1200块。不过这个法案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拿到这笔钱哦。现在基本上是说，如果你的收入越高呢，你拿到的补助呢就会越少。因为这个法案主要是要帮助那些受疫情影响或者是一些比较没有钱的人，那些高收入的人，像是比尔盖茨应该是不缺这1200块啦。好，那依现在这个法案的规定呢，要得到这笔补助呢，你必须要是美国公民、绿卡或者是有公卡的在美国工作者才有资格可以得到这笔钱。不过能够得到多少钱呢，还是要看你2019年报税的总收入才知道。如果你2019年，也就是今年2020年应该报的税还没有报的话呢，那么就要看你去年2018年报的总年收入来决定了。现在是这样的啦。单身的人呢，如果年收入呢在7.5万以下呢，就可以得到1200块的补助。那如果是已婚人士的话呢，只要夫妇2个人加起来的年收入呢低于15万，也就是平均一个人7.5万啦，就可以得到2400的补助。另外，如果家里有未满17岁的小孩呢，应该是不受家庭收入限制，每个人可以获得500块的补助。相反呢，如果你的年收入高于9.9万的话呢，那你基本上是1分钱都拿不到。那如果你的年收入呢是在7.5万跟9.9万之间呢，那么你可以拿到的钱呢就会依你的年收入的比例来骤减。好，那我现在是美国公民，我去年有报2018年的税，今年2019年的资料呢，我也有交给会计师，不知道他们帮我报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应该就是看2018年的；那如果报了的话呢，就是看今年2019年的。好，然后我的年收入呢，我确定绝对没有超过7.5万，所以我一定可以拿到这1200块。好，那这样大家都对这个经济救济法案的规定了解了吗？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或者是自己在美国的亲朋好友有没有符合规定哦。那如果你对我这次的分享或者是疫情部分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都欢迎留言告诉我哦。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下订阅，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下赞。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希望大家也都平安健康哦，拜拜。